年年毛是些都怎样？摇头我去，这些只怪比啥子只个吃啊喽？意思里我的我爸爸呢，阿们过吃牛一点呢，我还没牛一路别个喽，有啥拉错？你过那些日的，吃个嘛里么吃？意思呢，我啥的，一爸爸苦死，这吃的我啥也比这个里子呢，有啥拉错呢？一的。是那么句话喽，过了年，也是里我的，我对追你我的别个呢，爸爸也么的，阿比马路是嘛个呢，阿比这切阿什么伊嘛巴啦，阿刘贝呢，爸爸阿里也呢，阿比米公马里比也喽，爸爸呢，阿比的你那呢，伊也嘛阿真了，阿比的木个喽，那我都叫木里那嘛，最嘛的是，娃嘛米米。一代木克朗哦，爸爸里是说的，谁老子是，伊话的生命格嘛里比，阿别米阿里提入的生命格你想样个喽，爸爸娘阿妈的米白木嘛克，过另外米白木克嘛只话阿这阿比的格达喽，对嘛娘伊话呢，爸爸的父嘛里比阿比的米父那嘛个喽，阿比的嘛父孙娘。伊的支付老师爸爸的马发嘛啊喽，我的对呢我的别个人，我别去那是我的支付老师的知识呢，第四第八生命就是伊的别木嘛去，伊那什么的估计是生命过得里么哦，我的对呢我的别个人，是说呢，不是阿比是把家嘛一直吃了哦，阿妹咪啊喽，伊是的把家说呢。谁让我？阿刘贝娘，爸爸一直在生命抓马里比，阿别米生命就那么，爸爸里一点够大喽。在一年拉错阿比安人，我啥里并不可那么，只话一点够大喽。去嘛的，大头家们，阿刘贝娘，绿色那个，白色阿芝米，一岁把家事都那么一直吃了我，这么一个说呢。生命木那么谁了我嘛一个说呢，白木科木那么谁了我之前挂比阿什么伊嘛巴啦，爸爸里我的阿里贝格拉呀，我过来被切了，我呀我之前你了嘛就就，我的支付老师你了穿呢，我被切嘛，白木呀对着嘛啊喽。